从今日起，重修商君之法，凡违法者，皆一律处置。由处理及主持清理井田，开立新的阡陌封疆；由魏冉主持清查兵籍，确认军功勋位；由雍瑞主持清查户籍，编定户口，重定赋税。由米荣主持颁布标准衡器，统一度量衡；由司马错主持蜀中事务；由白起主持戎狄异俗等事。谨遵太后之命。听到没有？好像是我们的楚乐。大王大婚的日子快到了，洞房就安置在长乐殿。这阵子，乐师们正在演练楚乐。可不是，听说明日楚国送亲的车马就该进咸阳城了。你们把楚国公主的画像给继儿送去，她可中意。大王只看了一眼，就红着脸走开了。大王已经成人了，知道害臊了。在我们面前啊，不像过去有什么说什么。你问他，他反而更拘着自己。楚国公主端庄持重，听说她娘亲是楚宫的赵美人，人生的漂亮，招来男后郑袖的妒忌。母女在宫中吃过不少苦，是个可怜的孩子。吃过苦的人知道好歹，一定和咱们大王贴心。太后，雍大人来了，请雍大人进来。是。太后，坐。谢太后。雍大人，请用茶。谢太后。太后可知道，楚国送亲的车马就要到咸阳了？驿馆那边可安排妥当？已经安排妥当。此外，楚国质子也随送亲的车马一起来了。这么说，他们真把太子恒送来了？是。与太子恒一同前来的还有楚国使臣。虽说这是两桩事，但可做一桩事办，就都安排在驿馆里吧。我是做过质子的人，知道质子的苦楚，不要怠慢了他们。是。太后可想知道陪太子恒一同前来的楚国使臣是谁吗？谁？太后的一位故人，黄公子，黄歇。
拿下去吧。太后只吃了这么一点点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要不然奴婢让太医来请个脉吧。不必了。昨日，楚国质子到了咸阳，不知他们是否呈上国书？奴婢这就让人去打听。要不奴婢去驿馆看看？看看。月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应该在操练兵马吗？我突然想你了，就回来看看你。是出什么事了？没出事啊。没事就好。月儿，我想让你陪我出城散散心。我出宫都不易，哪能说走就走？跟你去城外散心。这些年我们一直分多聚少，草原的女人那可都是跟着男人走的。别说傻话，我哪能丢下朝政跟你走？你做什么？还没一点动静。胡闹！我们草原的老人可说了，女人只有怀上孩子，那心才会被真正的拴住。你真会给我添乱。我虽没怀上孩子，但我的心早就被拴住了。那好，那我们此刻就怀孩子去。来。哎，别闹！我有正事要告诉你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楚国公主来了，过几日就要给继儿大婚了。我不去。为什么？你儿子嬴稷他不喜欢我，我何必要去自讨没趣啊？楚国还来了别人。爱来谁来谁，有你就够了。你真好看，你比画像里还好看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对了，王后，你是叫米瑶对吧？那从今日开始我就叫你瑶儿吧。你别害怕，我就是想问你几句话。是。你父王对你好吗？那你嫁到这么远来，你想家吗？想是想，不过太后，我的姑母不是也是这样嫁过来的吗？如此一想，便好些了。你有话对我说吗？太后她好相处吗？我母后？你放心吧，我母后她不会难为你的。那你呢？我就更不会难为你了。大王，你爱吃什么膳食啊？我爱吃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你爱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你会厨艺啊？以前母亲病着，想吃家乡的菜，膳房又叫不动，我就自己动手做。我知道你不是嫡出，可是你母亲怎么会受那样的屈辱啊？
南后郑秀不喜欢我母亲。原来你也是受过委屈的人。我不怕受委屈，只要我母亲高兴。你这手是怎么伤的呀？儿时不小心被木刺扎中，又不敢叫太医，所以就……你放心吧，瑶儿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的。太后，楚国质子和使臣到了。宣他们进来。是。楚太子恒拜见秦国太后。楚臣黄歇拜见太后。太子不必多礼，你们起来吧。你今到秦国为质，你我虽有亲义，但也只能先述国事。望你在秦国多走走看看，通晓秦国国情，广交朋友，安分度日。不要出了什么差池，免得坏了两国情谊。多谢太后提点，恒当恭谨自处，安分守己。这样就好。子歇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太后牵挂。木心，小的在。大王要召见楚太子，你带太子恒去承明殿吧。是。如此，恒先告退了。黄歇告辞。子歇暂且留下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问子歇。子歇，坐。你过来，坐到这边来。其他人都退下。你再略许往前些。你若不过来，我看不清你。月儿闭着眼睛，都会看清我的模样。这几年，我自己都快看不清自己了。不会的，我不相信。月儿心里明镜一般。告诉我，你可好？好。你好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月儿哭不得，你已经是太后了。太后哭不得，但月儿尚可哭。
见到你，我太高兴了。月儿，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在桃园里，你拿软鞭打鬼子？你告诉我，说我看起来实在不像个公主。像公主的人，又没你能干。白马玉鞭，金佩银鞍，还是你教会我打软鞭的。我那把人人羡慕的软鞭，却是你送给我的。我曾深恨在楚宫里的那段日子，只觉得度日如年，一心想要逃离。可如今想起来，楚宫虽苦，但与你在一起的时光，却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无忧的日子。于我而言，更是如此。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世间最好的女子，可惜眼下桃子已经收获了，只剩下桃李。年年岁岁，桃花相似。岁岁年年，人已不同。月儿，你这些年在秦国的遭际，我都知道了。义渠君对你有大恩，的确如此。我与他生死相依，性命相许。我既感激他，又羡慕他。子歇，感激他能够真心的对你，护着你；羡慕他能够为你做这一切，而我却不能。不必说了，我这一世没有人会比你更懂我。于我而言，也是一样。既然你这次来了，就不要走。我是楚臣，我是陪楚国之子来的。楚臣又如何？你比我更知晓楚国。如今楚国是一潭死水，屈原被逐出郢都，老朝阳专横昏聩，郑袖和晋上一手遮天，太子恒的地位岌岌可危。你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无所作为，不如留下来，你来做我的右相。月儿，我若想留在秦国为官，何必要等到今日呢？那好，那就连太子恒也一起留下。楚王昏聩，郑袖一心想除掉太子恒，让自己的儿子夺楚。你们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未必能让子恒保住太子之位。重耳在外而存，或许有朝一日，我可以支持他，让他成为楚王。你既然如此不看好楚国，为何还要与楚国联姻呢？当这个太后屡屡筋疲力尽，无计可施。权衡眼下实力，只有秦楚联盟，才可以共同对抗赵、韩、魏、齐四国。子歇，你最懂我，算我求你，留下来帮我。月儿，我虽不能在秦国朝廷为官，
可我若留在秦国一日，我就帮你一日。只是有一日我若不在了，也就帮不了你了。我不会让你走的，我倾其所有，也不会让你走的。你如今有的是大秦的天下，你对我不该倾其所有。你值得。太后和黄公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这就叫做阴错阳差。义渠君也是个好人，只是……站开！来，开始跑！这地儿不错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看着，我坐下。大王，坐，走得快！这个怎么办呀？戎狄野人又来了，能怎么办呢？白吃白喝白拿，每次来了还砸东西，只求他们不杀人就好啊！点睛，拿酒来！快点！哎，就来了！这边，大王喝酒。大王，叫他们换大碗。点睛，拿大碗上酒。快，来了！来，特，大王，这肉没有我们草原上的香啊！就是啊，我们的牛羊是现宰现吃，哪像这里吝啬小节，宰好了还要挂起来晒，吃一块搁一块，晒了好几天的肉，早都没肉味了。有酒有肉，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啊！大王，兄弟们是想家了。这咸阳城好是好，但跟咱们草原比起来，那太憋屈了。不但事事都要受人家的管束，就连平日的酒肉也都不合兄弟们的口味，嘴里淡出个鸟来了。你们那是闲的，就想着白吃白喝的时候了。告诉你们啊，等打起仗来，看你们还叫唤什么啊！哎，大王，这何人能打仗啊？兄弟们呐，这手都痒痒着呢。快了啊！太后说，谁跟谁打，他就谋划着他。啊，那一定是跟楚国联手一起打吧？这怪不得连楚国的黄公子都来了。哪个黄公子？还能有哪个？就是那会儿在燕国跟大王一起救太后的那个黄公子黄歇啊！你忘了？我当时还想抢大王的女人呢。他呀，啊！昨日我在街头还撞见他了。他说是出使秦国送楚国的质子来的咸阳，还要在这住上一阵子。要我说呀，大王，那小子对太后就没安好心。这依我看呐，太后，你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太后今日容颜照人啊！啊！香儿，你去给义渠君倒杯热茶。是。今日太后穿的是哪件第一啊？绣有青鸟的那件。为何没有穿那件绣朱雀的？没有为何，只是信手拈来。这青鸟乃楚国神鸟啊！见楚国质子，自然要穿绣有青鸟的第一啊！
太后今日梳的发髻也不一样。祥儿、慧儿，这也是储宫里的样式吗？太后今日的梳妆只是觉得好看便这样梳了，并没有着意梳楚妆。哦，还是楚妆好看。记得义渠君过去从未在意过我的衣饰妆容。在意啊，只是以前觉得你穿什么样样都好看，都顺眼。不过今日才知道，这衣饰里面还有那么多学问。你今日喝酒，竟把你的眼光都喝挑剔了。以后这酒还是少喝些吧。香儿、慧儿，扶义渠君进去歇息了。是。这酒啊是要喝的，哼，我不喝，怎么知道太后的母国来人了呢？啊！上好的衣料啊！哎，走开！哎，哎，你看这金的不错啊！我要了，用这张蓝皮换你的首饰，我要了。不行，不用给钱的，要拿钱买的。我要了。别给我要了！什么钱？敢说你不要钱，就是给你脸了！哎，我的狗腿啊！我的腿啊！你不要给钱了！别老子追着要钱，我看你想挨打吧！你他妈要什么钱呢？谁在兴师捣乱？抓起来！这莲子羹太苦了。太后外感风邪，喝点莲心汤可以去暑。太后，怎么了？回太后，咸阳城里出乱子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昨日禁军和义渠人在街市上打起来，很多人因此而受了伤。伤得重不重？眼下已无大碍，受伤的人都被送去就医了。以后这种事情要早点来通报。这种事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咸阳城中屡屡发生义渠将士在街市醉酒蓄意伤人，还有在集市上拿东西不给钱打杀商贩的事件。百姓是怨声载道，敢怒不敢言，因为知道义渠人性情彪悍，习俗不同，又知道他们与大秦有功，所以多隐忍下来。没想到义渠将士变本加厉，以为秦人怕了他们，所以更加肆无忌惮。木心在，召处离子到宣誓殿。是。香儿、慧儿，替我更衣。是。处离子，咸阳城中出了这等大事，你怎可不告诉我？若当真演变成了义渠人与秦军在咸阳城中的混战，那该如何收拾？太后今日不问，臣也是要说了。太后纵容义渠人，还要到何时啊？若说当日他助大王登基有功，当年禁军中鱼龙混杂，他护卫恭进有劳，那太后以金帛土地封赏也就够了。太后与义渠君有情，单留义渠君在宫中，纵有闲言，都是小节。可如今，义渠人的营帐就设在咸阳城内，他们在咸阳屡犯秦法。虽然臣曾答应过太后辅佐内政，但若是太后再这样纵容下去，只怕臣难以继续坐在这个相位之上了。义渠人生长在草原上，
放马牧羊，行猎征伐，以物易物，并不通晓市集交易。他们在外征战，回到部族之内，所有东西都是共享的，所以也不懂得在咸阳城里拿东西是需要给钱的。他们习惯了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，一言不合拔刀相向，原也是旧时风气。若是在草原上，是习俗；可在咸阳，却是犯禁，是违法。太后所言极是，这里是秦国，不是义渠。太后曾经说过，秦国推行商君之法，无论王公大臣、庶民百姓，都必须遵守，违法必究。可若是义渠人成了法外之臣，那秦国的法度岂不成了一句空话？楚离子的话在理。眼下义渠人是匹野马，训好了可以驰骋疆场，训不好就会撕咬伤人。所以当务之急是你我必须尽快想个办法，如何给他们戴上缰绳。太后，何事？有人听说太后病了，来给太后献药。我哪有功夫见这种闲人？打发他走。此时此刻，什么药都治不好我的病。是。太后讳疾忌医，病怎么能好？子歇，子歇，何时也能救死扶伤，妙手回春了？妙手回春倒不敢当，但能做到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。坐。玉儿这几日果然清瘦了不少。腹热烦渴，今日又添了头痛。我已知晓昨日咸阳城里的事端，你头痛，无非是做难如何处置义渠军在咸阳的人马。子歇，义渠人助继而登基，又帮王军东征西讨，平定诸公子之乱，的确是有功于秦国。但他们与我们秦人习俗不同，性子又野惯了，不是几日就能改变的。不处置他们，无法向朝廷百姓交代；处置他们，轻了重了，又都不是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太后可记得3年前，赵国和燕国联兵一起灭了中山国，从此赵国的势力大增。赵王雍回到赵国，强行推行胡服骑射，此后大小数战均未有过败绩。赵国为了得到更多的良马，还收服了林胡和楼烦2个胡族，并趁诸公子之乱占据了我秦国榆林之地，得到了大批草场和良马。赵国推行胡服骑射，对赵国国势影响极大。月儿何不效仿？胡服骑射？子歇，我该如何谢你？谢字就免了，只是告诉我，这副药是否好用？的确是很好用。太后是说利用义渠人马？是。这几年，赵国胡服骑射，厉兵秣马，扩张疆土，成为诸侯中的强国。楚离子，过去与诸国交战都以兵车为主，有千乘之国才能称之为大国。可车战的年代已经过去，接下来与敌国交手，骑兵才是要害。要与赵国在骑兵之战上争个高下，就必须要有义渠之骑兵。不，我要的是一支我们秦国的骑兵。
从今日起，秦军要与义渠军队一起操练作战，学会骑兵之术。义渠人从小生活在马背上，这是他们的长处，可他们也有短处。虽然他们是草原霸主，但他们并不擅长使用兵器和阵仗。我说的是我们秦人的兵器，秦人的弩箭，秦人的甲胄。若能将我们的兵器阵仗与义渠的骑术相结合，那秦国必将所向无敌。臣明白了。我会让义渠人把营帐设在咸阳城外，任何人不得擅出军营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开列单子，由我的内库出钱购买，送到军营里去。他们在自己的军营里头行他们自己的法度，要喝酒要斗殴都由他们，但只要出了军营，便要受到秦国律法约束，任何人不可违背。之前他们有过违法之事，是我未曾昭示于他们，所以就由我出钱，以钱代罚，如何？如此，臣也好对众人有个交代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为何让我们义渠人都搬出咸阳城？你不是总抱怨，说咸阳城太狭小，城外能给你们更大的天地吗？让我们选地设营自然好，可问题是为何出了营地之后，却要受你们秦法约束？野马驹子，我说过，得到秦国，你们就有了永久的粮仓，不怕子民们由于灾害饥荒会在严冬饿死，也不怕其他部族的侵袭伤害。但这永久的粮仓之所以能够存在，就因为它和义渠草场不同，它不能随心所欲，要按照时节行事。春日下种耕种，夏日除草施肥，秋日采摘收获。你若把秦国也当成义渠草场，那你就会失去这个永久的粮仓。可我们义渠人与秦人终究不一样。那要看哪些不一样了。为人豪爽，侠义肝胆，令人敬重；野蛮无理，打打杀杀，令人躲避不及。更何况，自从义渠归顺秦国，那早就是秦国人了。既然是秦国人，那秦法对所有秦人就该一视同仁。难道你们愿意身处咸阳，被人看作是异类，看成是害群之马？这么说，这都是为我们义渠着想。我既为了秦国，也是为了你。唯一让我不安的，就是让你辛苦了，要你在营地和咸阳宫之间往返奔波了。你别担心，我情愿。还有一事，我要与你说明白。你说。前日你回来，问起楚国使臣来咸阳的事。楚国使臣？有这事儿吗？哦，定是我那日喝多了，我不记得了。黄歇来了，就住在驿馆。你们也算是故人，你有空去会会他吧。我哪有时间会他呀？我还是尽快把我们在城外的营帐给建起来。我今生披彩衣。
大王，这是昨日刚刚从咸阳城送过来的，尝尝是否合意？尚可。据说呀，这酒是咸阳城里最好的酒，但兄弟们觉得还是没咱草原上的马奶子酒香。那是当然。草原上天高云阔，八荒六合，撒开马缰绳，哪儿都可以去。这酒里是有风有雨，有滋有味儿。可秦人，一直生活在城里，围墙连着围墙，一重重的门，一重重的规矩，怎么可能酿出好酒？对，那是。大王，现在虽然说我们已经搬到城外了，可这营地啊仍有故障，仍是不痛快，像个羊圈一样把我们圈在里头。我们义渠人是草原上的骏马，不是羊群。你们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。可大秦给了咱们义渠人好处，让我们部落里的妻儿老小衣食无忧啊！兄弟们，就算是为了我们草原上的百姓，做些忍让吧。大王，我听说把我们迁到城外的主意不是太后想出来的，是那来自楚国的黄公子想出来的。不可能！大王，虽是道听途说，但像那黄公子的心术。人呐，过来人！不知义旗军大驾光临，小的有失远迎。楚国的黄公子，黄歇在哪儿？黄公子可是我们这里的贵人呐，宫里常常都有车马迎送。不是太后要向他咨询国政，就是大王要向他请教学问，让我们这些小小医馆蓬荜生辉呀。我问你，人去哪儿了？今日黄公子是被雍大人接走的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何时回来。好，你去备些酒菜，我就在此处等着他回来。罪过罪过，让义渠君久等了。黄公子是贵人呐，见你一面，自然不易。哎呀，义渠君笑话，你才是秦国的贵人。燕国一别4年，你依旧神采奕奕。既然公子回来了，你我先喝一杯。好，正好我也渴了。干！
黄公子，草原上的人喝了酒，有话就不藏着掖着。我有一事不明。义渠君，请讲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当断则断。当日在燕国，我走得义无反顾，那是因为月公主决意要跟你走。可如今，她已成为我的女人，你为何又追到秦国？义渠君此话有误，我是楚国臣子，质子陪同。此次是奉楚王之命来秦国陪太子恒的。你我心知肚明，既然是楚王让你来的，那就告诉他，让他换个人。你可以回楚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你。啊，你不喜欢我？莫非你是疑心我与太后有私情？难道不是吗？月儿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你若真的是倾心于月儿，就不该如此心胸狭窄。月儿，月儿也是你叫的。抱歉，自小我就这么叫的。眼里不揉沙子，你给我立刻离开秦国。这里是咸阳，谁去谁留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不是我说了算，那谁说了算？自然是我。太后，大王，黄公子免礼。我与大王今日午后去你营地犒劳将士，你却不在。他们说你来驿馆看望故人了，你又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了半日了，跟黄公子小酌几杯。义渠君贪杯，率性而为，子歇不要介意。不妨。我与义渠君还有事要商议，就不多留了。走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走！出去。是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你为何不让那黄歇走？子歇是楚国使臣，该走的时候他自然会走。你若让他走，他会立刻就走。是，可我不想让他走。说真话了吧？你当然不想让他走。你跟黄歇之间有情有义，你哪里割舍得下他呀？你与他之间有说不尽的情话，才会日日召他进宫。你若如此想，随你。你舍不下他，你却舍得下我，因为我翟离是你芈月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之人。我芈月何曾怠慢过你？你义渠君又哪会甘心受人驱使？你是太后啊！当日你需要打天下的时候，你自然把老子放在前面。如今呢？我们一群人替你打下天下了，可你的眼中却只有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了。你说我翻脸无情，过河拆桥，在我们草原，这叫卸磨杀驴。你无理取闹！哼，你是觉得心虚，你是觉得对不起我吧？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想怎样？自打我出了娘胎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大秦天下，哪怕是大王，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。你管得了大秦，管不了我翟离。如今你是大秦臣子，万事要有规矩。臣子？我不是你男人吗？好，我不做了。
不做什么？臣子还是男人？老子什么都不做了！义渠君，斩礼！回来！你太后，有事吗？义渠君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一早有人来禀报，说他带着几个心腹之人离开营地，回老营了。他果真说得出，做得出。太后，按照您和大王的旨意，我和雍瑞等人草拟了在大秦境内逐渐废分封、推行县郡制的政令，由朝廷任命郡守。每年秋冬，县令、郡守都要向朝廷申报当年的治状，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。有功者可授奖升迁，有过者贬制免官。如此甚好，既可让朝廷旨意顺利上传下达，约束了旧族的权势，又能重用贤能之士，淘汰无能无用之官。楚离子辛苦了。为大秦江山，自当如此。自大王登基，百废待兴。近日我想出门一趟，看看咸阳城之外的情形。宫中之事，就暂时拜托出离子和雍大人料理。不知太后要到何处寻幸？义渠草原。义渠国归降大秦最晚，推行县郡制最迟，想必挚爱重重。我想亲自前往，也算是安抚地方官员百姓。一路上鞍马劳顿，还真有些渴了。上马奶酒。义渠君过去总念叨，说草原上的马奶子酒好。朕过去尝过，觉得不过如此。今日尝了，才发现，果然别有一番滋味。能得太后的夸奖，真不容易啊！哼，这太后口味这么挑剔，而且时时都能变。义渠君的话有趣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有话与义渠君说。是。虎威将军，我没事了，下去吧。你来我草原干什么？这是我大秦的草原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在咸阳做你的太后啊，我在我草原做我的义渠君，咱们江水不犯河水。那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大秦受封的臣子，受我大秦管辖，何况你还欠了债。我是来向你讨债的。胡说！我欠债？我自归降于秦国，
我从来就没欠过朕。我一曲次次那都是按时足量上交朝贡的。你想赖？你欠我的情债呢？明明是你心里装着别人，哎，你说我欠你，你欠我还差不多。哎，真是个不明事理的野马驹。我这里已经装得满满的，哪还装得下别人？装得满满的？哼，你装的什么满满的？一个小小的孩儿。小孩儿？哪来的小孩儿？自然是你给我的。啊？我有身孕了，千里迢迢来寻孩儿的父亲。哎，这孩儿真是可怜。你是说，你怀了我们的孩子？是我的？除了你，还能是谁的？太好了，我有孩儿了！我有孩儿了！我一群有继承人了！一个要做父亲的人，动不动就野马无缰，疯疯癫癫，说走就走，将妻儿弃之不顾。都是翟离的错，都是翟离的错。按大秦律法，该如何罚你？这总不至于砍头吧？啊？总不能让孩儿一出生就没了父亲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对啊。那照这么说，哎，他黄歇也该罚呀？为什么？切，他竟敢胆大包天叫你月儿，月儿是他能叫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与他虽有情谊，但清白如水。而且我与他之间的情谊，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哼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。男女之情不是这样，那还能是那样？你不明白。如何才能叫你放心？你若真想让我放心，那就跟我做一件事。你说。让长生天见证你我结为夫妻。我愿意。你愿意？你真的愿意？我愿意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可惜呀，老吴死了。他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幕啊，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。老吴为何不看好我们的姻缘？他呀，老糊涂了。咱们这明明是桩喜事，他非说是祸事，你说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啊？他真的是这么说的。别听他的。
死与共，不离不弃。长生天庇佑，我与翟离结为夫妇，生死与共，不离不弃。大王，喝口水吧。放下吧。母后从义渠草原回来了。果然知道，已经回来好几日了。大王是否听说了什么？什么？你说话呀。母后。母后怎么了？母后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怀孕？是。是不是那义渠人的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是不是那义渠人的？是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果然这就去找母后。大王，大王，去不得！大王，你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听说几年前母后就因为误伤义渠君的事罚过大王。那又怎么样？果然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后她跟那个戎狄男人生下孩子吧？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大王，这种事大王您不能出面。再怎么说她也是您的娘亲母后啊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职在其中。您跟我说过母后的一生不易，你若是为她着想，就暂且忍一忍，切莫伤了母子之情啊。可这问题是大秦江山的社稷，我不出面，照样会有人出面。我一个人挡不住众口铄金、朝堂废议。那就让别人出面。如何让别人出面？大王，您是一国之君，下有文武百官，他们得知此事，一定会挺身而出，为您分忧的。大王，您还是装聋作哑的好。怀孕？千真万确。听说2月前太医令李密就诊断出来了，只是一直瞒着宫内外朝臣。这个该死的义渠君，这是把太后置在火炉上了。左相打算如何？大王知道吗？大王年纪还轻，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我即刻进宫备撵。这么说，你也知道了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你说说，该怎么办？冉帝也不知道。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有这个孩子？姐姐，你是太后，是孩子的母亲，你想保住这个孩子，谁也拦不住你。他们虽拦不住我，但他们会在朝堂内外鼓噪，搅乱人心，说我为嬴氏家族抹黑。太后，出离子求见。你去吧。你去告诉出离子，说我身体有恙，3日后朝堂上见。是。冉帝，你去帮我把雍大人请来。大人请回吧。太后说，3日后朝堂再见。3日后？到时候恐怕什么都晚了。如今此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如果处理不妥，3日后大吵，恐怕群臣会把宣誓殿给掀翻的。
此事如今已经是街头巷尾，人尽皆知，想瞒都瞒不住了。我并非想要隐瞒，雍大人放心，这宣誓殿翻不了。可此事的确难办呐。若不是难事，我怎会找你？虽说世人都言智如初理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雍大人也是我朝中的极致高人。可惜张子不在，处理这等事宜，需张子那样的极致辩才才行。张子虽不在了，但还有你雍大人。放眼看去，满朝文武唯一可以放心托付的人，那就是你了。谢谢太后信任，雍瑞将殚精竭虑，尽力不负太后众望。其实还有一人，雍大人或许可以与他商议此事。当真？大人，黄公子到了。哦，快请。是。哈哈，子歇。雍大人啊，快请坐。雍大人，这似乎是在做学问。是啊，在做一场自古至今都没人能做得通的大学问。看来太后为难雍大人了。太后不仅为难我，而且让我找你商议此事，这岂不是要为难你了吗？照我看，这个时候最不该向你提及此事。雍大人不必这么说。太后让你找我来，是因为她早就把我当至亲了。我们之间坦荡相对，毫无隐瞒。这么说，子歇已知此事？街谈巷议，路人皆知。好，那子歇你说，太后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儿，那孩儿既有母就得有父，但明日朝堂之上，太后绝不会向众人提及孩儿的父亲，这该如何是好？那就让这个孩儿没有父亲。我翻遍所有典籍，自古往今，这事儿说不通啊！怎么说不通？周人的始祖是怎么来的？不是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吗？既然周人的始祖出生是因为他的母亲吞了个鸟卵，那没有父亲是在情理之中的。赵大夫，那事儿听说了？轻声，切莫张扬。哼，你还想为他遮丑？出了这事，谁人不知啊？哎，丢人呐！出了这种事儿，让我们怎么面对宗母？哎，怎么面对大秦的列祖列宗啊？今日我要冒死向太后谏言。是啊，为人臣者，无死战，闻死谏，当在此时。唐大人，雍大人，王大人，各位大人，雍大人，啊，郑大人，张大人，啊，各位卿大夫，该上朝了。哎呀，走吧，上朝。走了。上朝了，上朝便是。对，您请。太后大王到！
清年里，听说今日上朝之前很是热闹，诸位卿大夫似乎都在议论纷纷，可否告诉朕，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司马将军，坐下。哦，你们对朕无可奉告？那朕倒是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不知太后有何事相告？朕有一件大事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朕有喜了！哎呦，这种事情简直太荒唐了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这种道理啊，你说说不通啊！感恩太后，这喜从何来呀？朕是大秦太后，怀的自然是嬴氏之后啊。太后此言实在是荒唐啊！难道先王去世数年还能够？将军真是聪明人。朕数月前曾梦见先王，先王伤感，嬴氏子孙人丁单薄，大王孤单，缺少臂膀，故与朕入梦，孕育子嗣。这说不通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简直是无稽之谈呐！太荒唐了！就是，荒唐！朱清不为先王贺，也不为朕贺吗？看来你们竟是大喜过望，喜不自胜了。但朕这会儿身子有些不适，甚感倦怠。那我就先回了。太后，太后，此事太过急患，难以取为卿大夫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匪夷所思啊！听我一言。永瑞，你为何要阻拦诸人？对呀，此事就这么完了？诸位追上去，又能做什么？你说呢？诸位争执半天，无非想要太后给一个交代。如今太后已经给出了交代，诸位还不满意吗？哼，这也算交代。是啊，这就是先王托梦，太后有身，这简直是拿我们当3岁小儿。就是啊，对。那各位想要太后怎样的交代啊？大秦嬴氏，王家血脉，岂容混淆？那各位想要怎样？难道要逼一个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吗？你等谁敢？谁想动手？先过了我这一关。那也不能冒充嬴氏血脉。嬴氏毕竟是王家血脉，
是啊，就是啊，既然谁也没有能力阻止太后生下这个孩子，那倒不如想想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该姓什么？难道姓义渠君的姓吗？那他成年以后要不要分封？分封完了，封地归谁？归义渠？不行，大秦将士辛苦得来的疆土，岂能属于外姓？说道理，那只有姓嬴了。这断断不可。我等身为大秦之臣，若是坐视王家血脉从此淆乱不堪，何以对先王？何以对列国？何以对后人？列国？列国早有此先例。胡说！哪来的先例？诸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秦的图腾——玄鸟。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周人始祖的母亲简狄吞玄鸟之卵，而生下周人始祖契。敢问，契之父在哪里？秦人始祖的母亲姜原采巨人足迹，而生下秦人始祖契。请问，契之父又是谁？那只是古时传说，何以能用之今世？好，始祖门太远，那就说说今人。当今列国最强者七国，七国当中，国力与疆土能与我大秦相匹配的，除了楚国，还有齐国，对否？雍大人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。楚离子，今日必须把话说开了。你楚离子，齐国又如何？齐国原为姜子牙的封地，齐国国君原本代代姓姜，如今却为田氏所代。为何？田氏原为齐国之臣，一心渴望获得王权，无奈族中人丁单薄，无人帮衬，徒呼奈何。于是田成子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广纳美姬，大招宾客，令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而不进，几年之间就多了70几个儿子。田氏因此而得以人丁兴旺，实力大增。至田襄子时，一举取代姜氏，而成为齐国之王。此为容焉，耻焉。诸位，太后生子，当为嬴姓妇。自然是要姓嬴。看来也只能如此了。刘诗诗、霍建华联手演绎宫廷虐恋女医明妃传，2月13日乐视网全网首播。这皇宫中锦绣华丽，却了无一曲。直到有了你，郑爽、刘恺威携手演绎唯美纯爱，《寂寞宫廷春欲晚》，2月1日乐视全网首播。我今生披彩衣，我见繁华如许，我驾驭山河千声万起，我却追忆海底。想过无猜无期，相遇梦相许，想任你解脱红尘之